今仔日也是2025年的上尾一个主日，所以咱会当做伙，真正需要讹了上帝。咱会当做伙是透过讹了上帝来感谢上帝赏赐予咱经过这一冬来到现在，然后刷落去，咱要过新年，所以后厝的主日就已经过新年啊。所以愿上帝帮助扶持，咱每一遍的主日，拢是咱会当做伙讹了上帝的事。所以咱来用这条歌来互相讹了。所以愿要唱歌来讹了，愿表示毋是我尔，对无？是愿。啊，愿是啥物人？愿是你边仔的人，听有意思吼？所以咱若要唱着愿的时阵，你会当偷偷看一个边仔，跟他甲伊做伙愿共款吼。偷偷看一个边仔，愿要做伙来讹了哦吼，愿要唱歌来讹了吼。好，来预备，第一节就好，预备来。愿要唱歌来讹了，讹了上帝奇妙的名。愿要唱歌来讹了，讹了上帝至圣的名。愿要唱歌来讹了，讹了耶稣无比的听。愿要唱歌来讹了，讹了耶稣尊贵的名。对日出来的所在，对到日落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好，这时咱过来献开圣诗第485首。圣诗第485首。所以今仔日拢甲愿有关系。咱来问讲，除了我以外的愿是啥物人？愿有可能是厝内底的人，愿嘛有可能是你边仔的人，愿有可能是这个社会，嘛有可能是这个台湾。所以愿。这条歌咧吟的时阵，其实是咧讲帮赞愿互相接纳。咱来读一个歌词啦吼，来读一个第一节的歌词来。主赞愿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疼无烦，恳求你踮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坚定，愿拢受完全接纳，实现疼痛人生。所以，迄个愿有可能嘛是你的对敌的愿哦，嘛有可能哦吼。有可能你看做伊对敌，但是帮赞愿，所以这是一个祈祷的歌。咱上帝祈祷讲，主啊，帮赞我，互我会当接纳。迄个我无法度原谅的人，嘛有可能是安尼哦。所以这条歌咧吟的时阵，爱会记起一个祈祷，吼，一个祈祷吼。来，咱会晓吟的，甲我做伙来唱这条歌啦，吼。啊，袂晓的不要紧，咱听这个熟悉这个曲式吼，较过来吟。主赞愿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疼无烦，恳求你踮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愿拢受
受完全才来实现疼痛人生。所以，迄个帮藏馆，互阮知影，咱其实每一个人拢是互主接纳。咱若互主接纳，咱这个人，这个有罪人，拢互主接纳啊，咱才会当无接纳别人。所以这是这条歌的意思哦，吼。好，来，咱来读第20的歌词吼。第20来，主求你教我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信心毋忘网站。主掌管关心别人，无分本国外邦，无论伫啥款情景，拢得扶持疼痛。好，咱来吟第2站，吼，咱来吟第2站，来，一个音就好，来，预备，来。主求你教我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信心，毋忘网站。主掌管关心别人，无分本国外邦。无论伫啥款情景，拢得扶持疼痛。请咱陪伴咱的心。也即大家平安。敬畏上主的人，上主要指示伊所着敬的路，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伊的后代会承接所应允的土地。请咱三角吟圣诗来学乐，圣诗第308首，圣诗第308首，我要唱歌来学乐，请起立吟全首。
请大家由愿徛伫做伙来共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年来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外面。要听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果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好，做社会，肉体堕落，永远的活命。阿门。现在请坐。启应文第41篇，上时也是伫以赛亚书第9章。我来客，请兄弟来引。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你予因的国家强盛，予因大欢喜。亲像在受挂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讲断因肩头的棍，侵略者的军鞋裹着火的军服，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天命的导师，永在的天父，伊的主权无强，伊要做大笔的宝座，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创造的主，是阮生命的源头。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救赎阮，主耶稣，阮要来学乐你。你是世界的真光，上帝的羊羔，你带予世间人毋忘。阮要学乐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传扬伊的作为，向伊唱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主，阮是有罪的人，阮为着阮所犯的罪过，向你祈求，求你来赦免，互阮有清洁的心来归向你。伫气候中的危机甲变迁中，人是软者甲有限，祈求主人民保护安慰，帮赞执政者会当以人民为主，互和平甲平安早日降临全地。亲爱的主，也求你赐予阮的国家的元首有对主来治理国家的智慧甲能力，行公义好人民。求你保守看顾台湾，也恳求天父上帝保守牧者终日同工，伫上帝的面前有搁较侪的祈祷，领受对上帝来的异象，也求上帝赐下属天的智慧，带领同工，为着明年度教会的逐项事工有合一的心。亲爱的主，你是主爱的上帝，我要将伫患难中、病痛中的兄弟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的信心甲因同在，医治因的身躯的病痛，互因有信心来倚靠你。阮也为着昨暝的地动，互阮的心中充满惊吓甲不安，求主亲自将平安放伫阮的心内，扶持阮，保守台湾。阮的祈祷拢是倚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祈求，阿门。这时咱来看读圣经，
圣经记载伫罗马人书15章第7节到13节。所以，为着荣耀上帝，恁着互相接纳，亲像基督有接纳恁。我甲恁讲，基督真做受割礼的人的采用，是要显示上帝的信息，它证明上帝对咱祖先的应允有实现，嘛要互外邦人因为上帝的怜悯，通归荣光予伊。照圣经所记载，所以我要伫外邦人中间宣认你，唱歌学乐你的名。伊阁讲，外邦人啊，着甲上帝的子民做伙欢喜。伊阁讲，万国啊，着学乐主，万民啊，来颂赞伊。以赛亚阁再讲，亚瑟的君会叛逆，伊会起来统治外邦，外邦人拢会将仰望交托伊。愿属仰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因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搁互恁对信心的能力充满仰望。圣经以上，阿们。即时，学乐请男声合唱。
敬道，这是请吴佩慈牧师来敬道，题目是大有愿望，大有愿望。我来说，今天的姊妹大家平安。头先先笑一下，因为吴佩慈牧师台语班那读，搁甲恁考试一届，安怎读？乌派族，真正就好耍的吼。我毋知影昨暗11点外，你已经困的野手，有互地动摇醒的野手，有惊到的野手，吼。后来因为我小可鼻涕倒流，这台语不会讲吼。啊，然后我想讲啊，无较早困的，今日要讲道，结果哇，有感，护理牧师，阮拢较早困啊，然后搁手牵手一下，所以平安最要紧的吼。然后我再个是搁看咱主日学老师甲家长的群组吼，阮的文人校长就鼓吹的有写一篇，讲上帝保守。好，虽然这大地动，因为一般吼，这个7.4了，有可能搁有余震嘛，吼。啊，然后伊就有一个恳求，讲求上帝怜悯吼，吼，迄个真大的能量可以慢慢释放。好，所以其实我相信过去921到昨昏，咱有真侪拄着地动的经验，真正小可会惊啦。啊，无事讲爬楼是知影教会去了小稳的，要么讲嘛是会小惊一下。要么讲即时邀请你会当甲边仔遐这。甲伊祝福讲愿你平安，请。今日早起是咱真幸福吼，会当听到男声合唱，伫唱什么歌？关关话哪听你？这是你我的祈祷吗？这是咱的祈祷吗？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赏赐大稳定好调，因带阮众人诚做你的家儿，伫今早起会当三到主持做伙敬拜。愿主你信心做工，开阮的心、阮的耳孔、阮的目睭，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照你的旨意来行，伫你的面前，恩献就恳求祈祷，靠主圣名求。咱来回想一下吼，伫罗马教会中间，其实会当初分有2群人，一群是犹太的信徒，另外一群是外邦人的信徒。因为犹太人因有真久长遮个信仰的传统，要毋过即群外邦人是大家加入即个信仰的群体内底，真自然生活习惯、律法的观念。文化的背景拢无相像，甚至有真侪差别。要毋过认真想一下，这个无共款的中间，一间教会会面对一个真实际问题，就是讲，因敢会当真正互相接纳？真正会当互相接纳吗？一群人会当伫这个无共款的中间？做伙同心群体祈祷嘛？我毋知大家敢有印象，顶礼拜吴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其实第50到第60有提醒咱的吼。保罗毋是要求罗马教会所有的信徒爱别人讲啥拢同意，要毋过爱下日子，无论是坚固的信徒，或者是软弱的信徒，拢爱合适祈祷，毋是求家己的欢喜，嘛袂当互家己才会确信。结果反倒互别人绊倒，爱互相接纳。所以头前先讲起，就是坚固的甲无坚固的，应该互相接纳。愿望众人会当有合意的心志，然后安怎同心同声而乐上帝。伫咱教会中间，刚才有一款兄弟问一寡问题吼，咱今年做伙庆祝140年。然后想一下，安尼150年，咱教会是做甚物款？咱这青年是毋是要让留落来，变做咱教会勇壮的一群会当服侍的同工？伫咱教会是毋是有一寡差别？有啦，咱着好好心情。也毋过，
伫安尼情形下面，咱会当行偌远。罗马教会就是因为有一寡差别，观念有一寡冲突，有可能就有彼此无理解的所在，所以使徒就要一直教示，一直分享。要么过保罗敢有甲因讲，恁爱先将所有的问题拢甲伊解决，敢若无吼，咱无听到安尼的信息。伊反倒伫安尼处境的中间，先宣告，互恁对信心的能力充满仰望。和合本将伊翻译做，互恁照着信心的能力大有仰望，就是今日讲题。也毋过仰望对倒位来？仰望是对倒位来？咱先做来看罗马书第15章13节，邀请咱做来读请。愿赐仰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搁互恁对信心的能力充满仰望。这在圣经上毋是一种命令，是祝福；毋是要求，是应允。遮注意的保罗讲啥？是讲赐仰望的上帝。提醒咱什么代志？就是仰望，毋是对环境，毋是对人来的。当耶稣应允会赐落信心的时阵，伊是安尼讲的：约翰福音14章27节，邀请咱做来读请。我将平安留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讲平安吼，咱请安嘛讲平安，要么讲心内底到底有甚物款的平安？当人会当享受上帝的救恩，得到应允的时阵，心内底会产生一种平静的感受。保罗在教示腓立比教会的时阵是安尼讲的：腓立比书4章第6节到第7节，邀请咱各做伙来读，请。啊，第倒将你所求的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过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上帝所赏赐的平安，亲像会藏伫咱心内底，因为上帝迄个旨意是拯救，上帝嘛保守咱。咱人做会当得到下面，甲上帝和好，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了后，心内底就有平安。而且保罗有特别讲3项代志，就是欢喜、平安甲仰望。真正想一个，这拢毋是对人会当来的，拢是对信心的能力，上帝所赏赐的。换一句话来讲吼，教会未来安怎？毋是看咱外高，咱偌济人，是上帝的信息，伊在存在，所以咱才个组织。接线，咱要倒转来看到第7章，邀请咱做伙来读，请。所以为着荣耀上帝，恁着互相接纳，亲像基督有接纳恁。咱若是研究罗马书吼，好好看一下哦。14章开始，一直到15章的第6节的所在，拢是咧讨论，安怎接纳坚固的人接纳，担当才会软弱的人，然后互咱一寡提醒。所以头前有讲所以嘛，哈。要毋过，所以恁是讲啥物人？就是我头前有分享到的犹太信徒甲外邦的信徒，安怎？为着荣耀上帝，恁着互相接纳。这听起来是一个真鼓励咱心的一句话吼，要毋过有较困难，要毋过这嘛是足实际、真好的呼召。为着荣耀上帝，恁着互相接纳。接纳这个词吼，毋是讲吼，咱爱完全共款啊，嘛毋是讲别人讲啥我拢讲好，是讲伫基督内底，因为基督先接纳咱，然后咱嘛承认一项代志，你嘛是先受基督接纳的人，有基督接纳咱，咱才有改变，才有成长，
才有三甲行的可能性。这就是愿望的起点。毋是讲咱外头咱有啥物能力无法度，因为基督伫咱食做罪人的时阵，伊就替咱死，伊接纳咱，所以咱有机会看见别人无共，也毋过要永远合适，互相接纳。对罗马教会来讲，是一个真大挑战，因为犹太信徒有可能就想讲，我是信这的律法甲传统的人。即个外邦的信徒有可能想讲，我伫基督内底已经得到自由啊。甲你们是安尼讲的，就好亲像基督伫咱需要灵命的时接纳咱，所以咱应该为着彰显刚成为上帝荣耀，伫基督内底互相结连。但是因为今日咱的教会共款嘛面对一寡挑战，但有可能信主已经30-40年以上啊有诶有咱属灵的背景嘛无啥相像，对一寡议题想法嘛无共。伫我过去教会服侍的时阵，捌有一个长老讲着传福音，你敢知影伊有提议咱要做啥？伊讲咱着爱行大旗。伫路顶，亲像过去的宣教师咧，大声吼讲来信耶稣，咱来安尼传福音。我真听着惊着，我想讲，即摆若是安尼咱有可能要先申请，游行要申请嘛真趣味，咱想法经验过去怎样信主，咱的体会，咱要怎样分享福音，有可能拢无共。咱真容易用家己的标准来看别人的想法。来想别人的信仰是好还是歹，也毋过千万毋通袂记是，咱每一个人拢是先互基督接纳的，无共不要紧，也毋过咱是看伊不顺眼，也是咱好好想一下，伊嘛是受基督接纳的。咱千万毋通袂记一项代志保罗有讲起一个足重要的目的，就是为着荣耀上帝，为着荣耀上帝啦。想起咱台湾教会是不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哇，惨啊！大家无管是回答讲想说啥，咱是不是一个荣耀上帝教会？是无大声应，心内底有应就好。也毋过，教会若是会当伫遮个差别中间互相接纳。刚才这个世界看见咱无相像，伫遮其实有两个赞处第一方面就是信徒爱先互相接纳，才会当荣耀上帝；第二部分是信徒彼此接纳，爱亲像基督接纳咱同款，才会当荣耀上帝。所以爱想的是，咱有互相接纳无？咱有亲像基督接纳咱来互相接纳无？这煞保罗要引带咱来看见。其实，这个愿望毋是只有伫教会内，而是过去上帝已经早有应允啊，会当确定到列邦的中间。保罗对罗马教会信徒是安尼讲的：第8章到第9章头前半段，咱做伙来读，请我甲恁讲。显示上帝的信息。通证明上帝对咱祖先的应允有实现，嘛要互外邦人因为上帝的灵命，通归荣光予伊。则有一个词真最受教理的人的册音，现代中文译本直接翻译做犹太人的仆人。想一下，基督已经在服侍正人。是用安尼来实现上帝对列祖的应允。咱做伙来看《加拉太书》第3章第8节，邀请咱做伙来读，请。圣经事成就知，上帝维护外邦人对神甲伊有合意的关系，所以有将这个好消息宣传予亚伯拉罕，讲地上万民归因为你得着福气。哇！上帝应允啥？伊应允会互亚伯拉罕甲伊的后代有救恩啊。然后
万百姓会因为阿伯拉罕来得到福气，只要咱相信。所以，咱外邦人建立人拢伫即个应允的内底，就无过需要去受甲咧，才诚做犹太人，才得到迄个福气。对周的万民月，因为你得到祝福。我毋知大家听即句圣经咋敢有印象吼？创世纪12章第3节，就先讲起外邦人会因为阿伯拉罕的后代基督来得到福气。因信称义，咱新的圣经翻译讲，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是对遮开始的。这是上帝早就互以色列百姓的祖先的应允，咱信伊的人嘛会当得到。接线第9章开始一直到12章，保罗一句一句拢引用旧约的圣经，咱会当做伙来读，做伙来看。看见外邦人嘛做伙来敬拜上帝，这是上帝早就有过的代志。咱先来看第9章的后半段，请咱做伙来读册。照圣经所记载，所以我要伫外邦人中间宣证你，唱歌学乐你的名。吼，下骹有写吼，有看到吼，这出对诗篇18篇的49节。你若是现圣经吼，啥物你下卷22章50节，完全共款。真有意思的，诗人伫遮讲一项代志，讲列国就是遮个外邦人，爱伫这中间宣扬来学乐上帝救恩。安尼会发生啥物代志？所有的人拢会当听见上帝拯救的信息。好，第10节，咱搁做来读，请。伊搁讲。外邦人啊，就甲上帝的子民做伙欢喜。这是出对申命记的32章43节，嘛是摩西的歌内底。透过这句圣经节，来表明旧约对外邦人要得救的预言会当成就。外邦人原底是伫上帝这个约的外口，也毋过今日只是。因为耶稣基督会当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会当享受救恩这款的祝福。所以伫遮咱看见啥？哇！外邦人会当甲犹太人，就是主的百姓做伙欢喜。保罗用安尼来强调，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遮外邦人，拢是基督所接纳的，会当做伙享受基督带来的福音。好，再10个做来读请。伊搁讲。万国啊，就学乐主；万民啊，就上赞伊。这是出对诗篇117篇第1节。咱若是现圣经吼，诗篇这只有2节吼。第1节就是安尼，互保罗来引用。学乐上帝毋是只有一群人的专利。赫本经文翻译中间有写着令。第7件代志就是，无论是外邦人，或者是犹太背景的这些信徒，会当做伙来，因为上帝主爱甲信息，咱会当用学乐上赞，将荣耀归予上帝。好，12节，到做伙来读，请。以赛亚搁再讲，亚西的君为仆役，伊会起来统治外邦。外邦人拢会将恶梦交托伊，这是引用伫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亚西君是指什么人？亚西君是啥？就是要兴起爱来统治外邦迄位，而且外邦人拢会安怎？拢会将恶梦交托伊。好学本是翻译做外邦人要拥抱伊。想象迄个画面，这是充满恶梦的图画。基督毋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也是万国所仰望的君王。当然，这个亚瑟君就是真代表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以，甲咱讲啥？外邦人甲犹太人是会当做伙互基督所接纳，
保罗真少吼，一句，哇！咱头拄已经听几啊句啦，当地证明一项代志。旧约圣经中间就讲起啦，外邦人会当嘛做伙领受即个应允，外邦人有机会听到即个福音。斯托德牧师伊有安尼讲吼，保罗确信圣经带互咱恩望，伫遮伊咧讲是赐万赐恩望的上帝。罗马教会信徒为虾米会当大有恩望？为虾米？咱若是讲恩望，就是看未来吼。今日咱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较有意思的是，伫今年要结束的时阵，新年要开始的时，咱检测会当静落来，回想一下，就亲像今日少年团契，吼，来回顾2025，展望2026，好好来想一下。要毋过保罗讲的愿望是啥物？以赛亚是外邦人的愿望。保罗期待当一切百姓甲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的时，迄时基督会搁再来，然后犹太人甲外邦人会当做伙承受新天新地迄个荣光。咱有一个印象吼，圣经中间有描写迄个画面，就是咱会当做伙伫天顶欢喜吟诗，对吧？有人讲笑讲，哈，要一直唱歌安尼，我莫去。我不知道大家敢有听过。要毋过，伫迄个荣光的中间，欢喜、平安、信心、愿望，其实是咱会当有存在的特质。若是信心是行欢喜甲平安的道路，换出来的结果就是愿望。要毋过，这是靠咱会当得到的吗？毋是，这拢是照着咱内面的信心才会当得到。现在现今话，咱搁想一解吼，保罗毋是伫一间完备的教会中间在宣讲愿望的信息，伊是伫一间有一寡紧张的关系，就是需要学习互相接纳即个功课的教会中间在宣讲。伊讲啥？恁会当大有愿望。到想有影，咱会想起来，对，你甲我就是无共，就亲像我自细汉毋是长老教会大汉，后来才开始学台语啊，安尼来体验即个信仰。有时观念想法无共，真正有一寡冲突。要毋过加在咱即马真好势吼，教会中间，咱时段慢慢愿意听一个时势的声音吼，咱就做伙来想。要毋过安尼敢有够？迄个互相接纳，真是存在伫咱内底嘛？都愿望毋是因为人无有问题，咱拢是有罪人，敢毋是？要毋过因为上帝信息。都愿望毋是咱已经看真清楚未来会成做啥物款，要毋过咱会记起上帝要伫应带。到伫今日咱的教会，咱早起是。我敢会当咧问一个40岁以下的人，请挥挥手。宋继堂40岁以下挥手。较少吼。等下华语堂的70岁以上的就较少，对吧？不好意思啊，用40岁分一下。40岁以上我也要举手。当上人主菜的时阵，咱可爱姊妹就讲。牧师，我想讲你才20多岁、30多岁，我讲无啦，我无遮老，也无遐少年，我只是看起来少年吼。认真想一下，过10年就差一寡，过30年、40年、50年，基本上会无相像。要毋过伫无共款的中间，咱怎样来思想，怎样来起造这个教会？愿望是对互相接纳开始。愿望是建立伫上帝应允的中间，愿望是伫信心的能力中间加做真实信仰。好好想一下，为着荣耀上帝，咱着互相接纳。新的一年要来啊！
咱心内底是毋是有迄款的愿望啊？伫咱的教会会呈现什么款的愿望？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少数人有愿望的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差别的中间游玩欢喜，伫无确定的中间游玩有平安，伫头前的路看袂清的时阵，遥具大有愿望。愿信心上欢喜平安充满阮，互阮会当借着信心大有愿望。伫你的面前，安尼就恳求祈祷，靠主圣名求，阿门。大家来吟诗回应，圣诗第485首，圣诗第485首。主赞阮互相接纳，主赞阮互相接纳。下这请起立吟全首。会众请坐，奉献，请苏怡林执事甲尹丽芳执事来书献。我
谢你的恩典，为年头甲年尾拢看过，保守阮的平安。今仔日众兄弟姊妹为着教会事工奉献同报，求主感纳。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圣主名求。请坐，请坐。未报告的大神，请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顺序单的头前，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两遍。愿赐愿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有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搁互恁对信心的能力充满愿望。罗马人书15章13节，请。愿赐愿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搁互恁对信心的能力充满愿望。罗马人书15章13节。愿赐愿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搁互恁对信心的能力充满愿望。罗马人书15章13节。请咱掀开周报的第1页甲第2页。学生的内容：周间的聚会、主日学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小组的聚会，请兄弟家己来看，也请兄弟注意家己的学生。奉献的明细留电台，请往办公室来更正。请掀开周报的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12月28。行政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6楼办公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二，财务部预算审核伫中昼12点半伫701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下主日1月4号，第1场的礼拜举行中级甲团契首长的就任，长老是穆桂英执事。黄慈辉、蔡乃平、任珍妮、刘阔辉，少年团契吴团欣，夫妇团契黄玉石，妇女团契苏怡玲，社青团契蔡乃平，信歌队苦信如，敬拜团赖和谦。第二，1月份伫月中级长老是陈建州，执事郭明伟，第2场黄玉石是花语场。第三，主日学会议伫下晡1点伫主日学中级班的教室召开，请老师甲同工出席参会。教会消息，请有订圣诞歌的兄弟到6楼办公室来领取。第二，2026年和会手册，请各部各团契备办要交的内容有2025年活动的施工报告，甲2026年年度的组织，甲年度的计划，请伫2026年的正月18前交予办公室来回整。第三，办公室休假的通知，1月1号拜四是元旦，办公室休假1天。其他的消息。桃园合作社理监事会伫1月4号中昼伫701室召开，请理监事出席参会。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大家平安，新年恭喜，圣诞快乐！倒边讲吼，圣诞快乐已经过啊，新年还未来吼。不过不管安怎，愿上帝平安，甲咱做伙伫地。这是我来介绍。咱今仔日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林姊妹吼，应该是吼林金英姐妹，是不是在我们当中？请她站起来好吗？可以站起来吗？好，咱拍婆啊来欢迎在我们当中。那如果台语听不习惯，待会11点还有华语哈。那不过
没关系哈，欢迎哈，欢迎伫咱中间。第二位是刘正仁兄弟哈，嘛是来自教会啦吼，中的好朋友哈，真欢喜来到遮就甲我认出来吼，甲我拍招呼。另外一位吼，伊是对日本来到咱中间我试读看觅伊的名啦吼。米珠一起游戏，出来，来，愿上帝帮助扶持吼，我欢迎迄个会晓讲日本话吼，来甲等下会当甲伊小借问，咱中间有一寡人特别是伫 Toyota 咧上班的兄弟姊妹吼，请勇敢甲日本人。迄个讲日本话啦吼，不止啊吼，不止吼，咱中间有袂少人吼，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教会不过这个有时上吼，应该毋是第一遍来，应该是今年也是旧年吼，旧年就捌来过台湾，我想伊真爱台湾啦吼，所以就拢来台湾来佚佗，来佚佗就。来甲咱做伙做礼拜，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尤其上伫这个台湾的这个旅游吼，真正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吼。这个另外吼，咱伫明年度会开始庆生，所以我会明年度会咱生日的迄天，我会敲电话去。所以唔通掠做是诈骗集团，吼，这个确实我会敲电话去，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敲电话去是甲咱做伙做祈祷，嘛毋茫透过安尼，我会请咱的区长，因为咱今年都有新分区，所以我要请咱大家小可熟悉咱的区长，所以请毋免惊。牧师会敲电话去这项代志啦吼，所以对1月1号开始吼，咱后礼拜的生日卡吼有放伫咱的办公室，1号到3号啦吼，有放伫办公室，所以咱若生日是1号到3号的兄弟姊妹，欢迎去到办公室来领取。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线落来要过的即当线落来吼。接下来刷落就是这礼拜落去了后，刷落就明年见啦。所以咱等下真正会当甲兄弟姊妹好好互相祝福，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祝福。祝福册卷信息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现在请起立。念全首。我
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叹，深深感动，因带甲咱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因世代无尽。阿门。也这请坐，等甲灭倒。平安礼，请兄弟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